来继续来到基隆，罢免掉国民党立委林派祥的民间团体，再去到基隆选委会来送件，送出了37533份，达到第二阶段门槛的123%。林派祥表示尊重，讲伊未来投票到公民的检视。过去嘛捌互罢免的基隆市长谢国良讲，伊感觉艰苦，讲这罢免对基隆市来讲，都是一件沉重的代志。黑道拍开，一箱一箱的电子书，一帮接一帮送入去基隆选委会。罢免国民党立委林派祥的罢免团体，伫最后一刻达到标准，37533份的电子书达到法定的标准123%。这个张数也表示我们生气了，37就是生气了，我们一起来删一删这一些立法委员。尊重。而我一向不会逃避任何公民的检视，我会继续用我的表现跟我在立法院的努力，去帮基隆争取更多的预算。真正的变演前事件的风波，美术替罢免案加一倍会。对基隆市来说，总之就是一件非常沉重的事情。那我自己感受上也是非常的难过。我相信。不论支持的人或反对的人，大家都希望这个社会是和平、是祥和的。基隆市长谢国良真正经历过罢免的危机，呼吁选民以和平、理性的方式投票。真正的目前35位泛蓝立委第二阶段人数已经告一段落，其中新德县立委徐欣盈送件了后份数无达到标准。苗栗县陈超明、邱定军，加彰化县谢依峰，拢无达到标准，无送件。这4人的罢免案已经确定失败。目前罢免蓝营立委达到法定标准的已经有31个。另外罢免案件要过的人数，这场战争也过的继续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